Hello， 大家好，又係我西貢 Frankie 啊！踏入咗2026年嚟講咧，香港嘅物業嘅市場嚟講咧，可以話價量齊升。尤其喺西貢嚟講咧，都不遑多讓。不過咧，價錢咧可能落後少少啦。但係咁樣咧，就更加咧進一步咧造就咗咧成交係遞增嘅。尤其我今次要報道咧，喺位於我哋身後面一個位於喺西貢市中心嘅低密度豪宅日龍園啦。日龍園嚟講咧，喺市中心嚟講咧，一個知名嘅發展商信和啦，咁佢一共咧就有4座，297伙嘅單位，一個面積嚟講咧，就由520尺嘅實用至到1171尺，同埋一啲嘅頂樓嘅特色戶啦，1500多尺，連天台、平台嘅特色戶㗎。咁單位嚟講咧，喺1月份嚟講咧，錄得3宗嘅成交，咁啊喺近來嚟講咧，都係一個新高數字啦。不過價錢嚟講咧，都係仍然偏低㗎。尤其係一座嘅連地下花園嘅 J 單位特色戶，實用面積937尺，低價893萬成交咋，跌破咗1萬元嘅實用尺價添。而另外兩單咧，就一間咧位於喺一座高層 J 單位1003尺，屬於3房套房定工人套房嘅單位嘅，成交價係1120萬。第三間咧就係3座嘅高層 H 單位。實用面積係923尺，同樣都係3房套房連工人套房嘅積嘅，成交價係1168萬啦，屬於一個市價嘅成交。所以咧，我相信咧，連環成交3宗嚟講咧，大家可以睇到咧，反映到咧呢個市場咧嗰個熾熱度啦。咁點解佢會有咁多嘅成交？除咗佢嘅價錢低之外咧，咁本身日龍園佢嘅質素都係絕對唔錯㗎。簡單講一講日龍園啦，單位嚟講咧，坐擁咧西貢市中心嘅方便，環境非常之幽靜漂亮嘅，而亦都外望東南一啲望海景嘅單位。而鄰近咧就係呢個國際學校啦，同埋市中心咧交通非常之方便嘅。由呢度步行過去市中心咧，其實只係3-5分鐘嘅步程嘅啫。咁啊，所以呢啲筍盤嚟講咧，其實真係稍瞬即逝㗎。咁啊，希望咧大家我介紹喺同區或者呢個日龍園咧嘅筍盤俾大家啦。另一個咧係位於喺3座高層嘅 D 單位，實用面積532尺，咁啊望翻西南望內園泳池景嘅650萬嘅啫。而另一間係位於1座嘅中層 H 單位啦，實用面積係691尺，呢啲我哋叫做細3房，因為佢係一個2房加一個士多房嘅設計。咁啊，而叫價方面嚟講咧，只係795萬嘅啫。咁啊，睇完啲相，上實地望一望嘅時候，記得聯絡我西貢 Frankie。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唔阻大家啦，拜拜。買樓怕縱火，揾奇豐至輕鬆。奇豐獨家4大保障，全面升級，等你買得開心，住得安心。5天置業冷靜期，簽約後5天內可以無條件取消，全程免佣金，唔使怕心急做錯決定。4重空宅過濾系統，透過4種唔同渠道交叉驗證，篩走所有空宅可能性。100萬房價保障，謝絕虛假業主，如有發現，最高可賠償港幣100萬元。100%真盤承諾，確保所有樓盤都係100% 真盤，絕無虛假資訊。世紀也奇豐，讓置業變得幸福。